破產個案增至17%，創8年新高，失業率亦飆升至4%，創3年新高。踏入2025年，股市興旺 ，IPO 活動翻晒嚟啦。然而喺金融市場上面嘅繁榮，似乎冇惠及到基層市民、普羅大眾嘅生活壓力與日俱增。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因經濟無力恢復及樓市持續不景氣，好多打工仔嘅飯碗不斷被打破。根據相關部門公布嘅最新數據，全香港總失業人口達至15.5萬，當中建造業同埋零售業係重災區，失業率分別升至7.2%及5.3%。飲食業亦都唔好得去邊，相關失業率仍然維持喺6.4% 嘅高位。今年頭9個月破產呈請個案總共達至6699宗，呢個數字係過去8年嘅新高。面對如此嚴峻嘅勞動市場及企業經營環境惡化嘅情況，相關部門將呢啲問題歸咎於外圍不明朗因素增加及香港經濟正處於轉型期。但係佢哋強調，不同行業都有向好嘅態勢，尤其喺今年股票市場變得非常之暢旺。而踏入第3季，隨着美國開始減息，住宅物業市場亦開始回穩。相關部門同時強調，香港正積極推動高增值產業發展啊！喺呢個過程中，亦必然會伴隨住舊產業嘅調整喎。成日都聽到佢哋話要轉型，究竟點轉呢？莫非叫啲做地盤嘅工人重新去學習人工智能，跟住去投入人工智能相關嘅產業？佢話鬥平冇出路，餐飲零售需要勇於創新喎。例如搞個 Espresso 加橙汁，你話幾有創意呢？有網民就忍唔住咁樣串佢，肯加個橙，再加個蛋，再加個啡，再加個肉醬更好味喎。鬥平啲租咁貴，想平都平唔到啦，真係真心狗喎。另外見到呢個留言非常之貼地，佢話今日上深圳行街，睇到好多食肆內捲嚴重，門口大隻字寫明全單7折或8折不等，即係又平咗。翻到嚟睇翻香港嘅食肆，仍然繼續加一，又唔減價又冇折扣。唔好再話市民去深圳食買玩，香港食肆執笠只係遲早嘅事啊！香港過往幾大經濟支柱，例如係金融、地產、貿易及物流、旅遊、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等等，喺呢一紮行業裏面，到今時今日仍然可以攞出一啲亮麗嘅數據出嚟，去炫耀下，去話俾大家聽，我哋嘅經濟正在復甦嘅，除了金融就只有金融。相關部門是否只傾向於聚焦宣傳亮點嘅數據？然而，對於好多行業正在走向沒落嘅數據，佢哋似乎有淡化問題之嫌。餐飲、零售、建築呢幾個行業逐漸走向沒落，好多基層市民失業。呢個失業對於佢哋嚟講唔係普通短暫嘅失業，而可能係長久地失去工作嘅機會。呢一紮勞動人口失去工作，亦都代表住失去購買力，最終亦會逐漸地影響住仍然苦苦在經營嘅零售業及飲食業商家。基層經濟做得唔好，縱使你仍然吹噓股市有幾咁興旺，IPO 活動回升，以及旅遊業已大致回復到疫情前